再来看新北中和昨半暝一栋公寓火烧，消防是对内底救出一个查某人，已经无喘气心跳，加在送医了有救倒转来。在消防调查公寓内底违法计7间房间咧出租，刑罚6万，倒反国安因搁爱调查。偷开的物件是顶甲规4个，公共空间去互占去，走廊规个乱草草，外口是的壁嘛规个昏甲乌乌。住户甲铁门拖开，才发现这间公寓发生火灾的事故。女性约30岁，欧卡，然后经过我们消防员 CPR， 目前已经 ROS 恢复生命真相。火为公寓闻出来，伫新北中和发生火灾2楼的现场，叫做雅房租出去。22半暝11点外，有厝卡看到便所咧呛烟，赶紧报案。警消去到现场，大部分的厝卡拢已经锁开啊，敢若有一个姓吴的查某人，现场失去性命的现象。到病院急救了后，才恢复心跳。我照看一个小朋友啦，有一个小朋友，还有3个小孩，可是我们跟他没有很熟。经过警消的调查，初步检判导火所在是第一个姓吴的查某人伊房间，现在详细导火原因，也会等火调人员来厘清。不过，这个所在改做7间房间租予人，干务局初步检判，这个厝主看在违法计经，甲厝租予人。我们后续会派员到现场采证，如果确定是有违反6间以上的房间，而且没有做过使用执照变更跟室内装修执照的话，我们会依建筑法规定处以新台币6万元的罚款。根据干部局调查，目前也查无厝主有相关申请的记录，嘛会派人去现场厘清敢是有违法租予人，违规若是事实，会照建筑法罚6万。公司新闻新北报道。